中國點解從來都冇姓氏歧視？講到底，根本就冇得歧視。可以將血脈延續到今日嘅，邊家祖上未風光過呀？你可能會話30年河東，30年河西，但真正戳穿本質嘅係，中國嘅歷史實在太長，長到足以將所有唔平等都抹平。光聽呢句，你可能冇乜感覺。我哋嚟計一條實際啲嘅數，中國歷史上出過皇帝嘅姓氏有50幾個，出過宰相嘅姓氏有300幾個，常用嘅姓一共先得300-400個。呢個意味着每個可以傳到今日嘅姓，向上數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都可以影到一個好威水嘅老祖宗。皇帝、宰相、將軍、尚書，總有一款啱你。你今日笑人哋姓乜，話唔定你祖宗當年仲幫緊人哋打工。今日我哋就撥開層層雲霧，去翻一翻嗰本寫滿硝煙同融合嘅萬姓全書，聽下嗰啲藏喺姓氏入面，屬於我哋每一個人知嘅英雄史詩。1. 萬姓洗禮，亂世餘生嘅幸存者。而家中國有4-5千個姓，聽落好似唔少，但歷史上出現過嘅姓，巔峰時期超過1萬個。嗰消失咗嘅6000幾個姓氏去咗邊？答案係全部被歷史碾碎晒。既然我哋要深入傾下呢個萬姓洗禮，就要將歷史呢本大賬翻得細少少。好多人對消失嘅6000幾個姓氏冇概念，覺得嗰啲不過係檔案袋入面嘅一張廢紙。但如果你將時間拉長到5000年，你就會發現每一個姓氏嘅消失背後都係一場足以改天換地嘅驚濤駭浪。我哋先睇第一道，西秦滅六國。喺呢之前，中國嘅姓氏邏輯係極之複雜嘅，姓同氏互不干涉，貴族先有氏，平民甚至連名都未必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平天下，呢個唔單止係地圖上嘅統一，更加係對先秦貴族血脈嘅一次毀滅性降維打擊。曾經喺史記入面威震天下嘅齊國田氏、楚國熊氏、趙國嬴氏、魏國魏氏，喺秦軍嘅戰車面前，一係做咗階下囚，一係就隱姓埋名走入深山。秦法嚴苛，為咗避開清算，大量嘅皇后公孫被逼唔要自己個氏，好似齊國嘅田氏咁，喺亡國之後家族分散逃亡。為咗唔俾秦朝啲官差捉到，佢哋唔敢再以田做氏，而係根據搬遷嘅先後次序改咗做第一、第二、第三，一直排到第8。今日如果你見到姓第5嘅人，嗰個就係當年齊國皇室血脈喺秦制高壓之下為咗保命而留低嘅卑微印記。呢個只係一個姓氏嘅分裂，背後卻係一個時代嘅貴族階層集體跌落神壇。再睇第二道，西漢初嘅政治清洗同生存抉擇。劉邦建漢之後，雖然表面睇落天下太平，但對於嗰啲功高震主嘅異姓王嚟講，姓氏依然係招災嘅引子。最典型嘅例子就係韓信。喺公元前196年，韓信喺長樂宮宗室被殺，呂后為咗斬草除根，對佢嘅宗族進行咗殘酷嘅追殺。根據南方嘅族譜同地方志記載，韓信嘅部分後人逃亡去今日嘅廣西一帶，為咗遮掩行蹤，佢哋將個韓字左邊嘅十字同日字拎走，攞右半邊再加個偏旁，改姓做韋。呢個就係點解嶺南一帶嘅韋姓人家到今日仲有韓韋一家嘅講法。由呢一刻開始，嗰個曾經震古削今嘅韓姓分支喺血統上依然流淌住戰神嘅基因，但在文字符號上就已經永久咁改頭換面咗。而真正令中國姓氏遭遇滅頂之災嘅係第3道西300幾年嘅魏晉南北朝亂世。呢個係中國歷史上血脈交融最激烈，亦都係最殘酷嘅時期。公元311年嘅永嘉之亂係無數大家族嘅噩夢。當時北方嘅氏族階層，即係所謂嘅衣冠，為咗避開戰火，開始咗歷史上好出名嘅衣冠南渡。嗰啲留喺北方嘅姓氏喺長達幾百年嘅胡漢更迭入面，面對嘅係生存機率嘅殘酷博弈。好多喺漢魏時期好出名嘅郡望大姓，好似川淳氏、河內司馬氏，喺連續不斷嘅屠城同饑荒入面，往往一個家族幾百口人眨下眼就只係剩返3-5粒種。更多嘅姓氏就喺嗰個白骨露於野嘅年代入面徹底斷咗香火。你而家叫得出嘅姓，都係喺嗰場橫跨300年、
死傷幾千萬人嘅超級淘汰賽入面，夾硬熬出嚟嘅幸存者，去到唐朝末年呢第四道西黃巢之亂，更加係俾咗門閥姓氏最後一記重錘。公元880年，黃巢攻入長安，佢對嗰啲高高在上嘅李唐宗室同世家大族進行咗地毯式嘅清理。曾經代表最高階層嘅李姓宗親，喺嗰個混亂嘅年代被殺到清倉咁滯，幸存者紛紛改姓保命。隨之而嚟嘅五代十國政權更迭，快過走馬燈。每一個新政權建立，都意味着前朝貴族姓氏嘅貶低或者消亡。嗰個時期，好多姓氏為咗依附權勢，紛紛改更國姓。而當國破家亡嘅時候，呢啲姓氏又變咗做被清洗嘅對象。所以當我哋講中國冇姓氏歧視嘅時候，其實係講緊喺呢一道道歷史嘅篩反覆過濾之下，中國一早已經冇咗所謂嘅純粹貴族。每一場戰亂都係一次血脈嘅重新洗牌。嗰消失咗嘅6000幾個姓氏，有啲死喺刀兵之下，有啲死於饑荒，有啲為咗活命將自己藏入咗第二個姓入面。呢種大規模嘅消失同融合，最終造就咗我哋今日嘅姓氏格局。呢個唔單止係名嘅更換，更加係一場關於生命、權力同生存嘅終極較量。每一個傳到今日嘅姓，唔管佢而家聽落幾咁普通，佢背後都有一段避過秦磚漢瓦、逃過五胡亂華、撐過黃巢刀兵嘅史詩。我哋今日嘅每一個人，其實都係歷史長河入面嗰啲最硬淨、最幸運嘅生命種子嘅延續。嗰啲高傲嘅、脆弱嘅，或者純粹係運氣唔好嘅姓氏，一早已經化作歷史嘅塵埃。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話係萬姓洗禮，因為每一個生存緊嘅姓氏，都係由嗰場橫跨幾千年嘅亂世入面，成身血跡但又眼神堅定咁行出嚟嘅幸存者。而高貴溯源，每一個姓都係贏家。既然我哋已經睇清楚嗰啲喺亂世中消失嘅煙塵，咁我哋就要反轉頭認真審視呢啲幸存到今日嘅姓氏。你可能會覺得而家滿大街都係黃李張陳呢啲名，好平常，甚至有啲土氣。但如果你將時間撥返去3000年前，返到西周同春秋嗰個等級森嚴嘅時代，你會發現你而家可以擁有嘅每一個姓氏，喺當時都係一張通往權力巔峰嘅入場券。我哋要先理清一個最基礎嘅歷史事實，喺先秦時期，姓同氏係兩樣嘢，而且佢哋係絕對嘅奢侈品。史書左傳講得好清楚，天子見德，因生而賜姓，知土而命之氏。意思即係話，得天子覺得你有德行，立咗功，先會根據你嘅出生賜你一個姓，再分封一塊地俾你，等你可以用呢塊地做事。喺嗰個生產力極低嘅年代，普通嘅農夫、奴隸或者戰俘，即係所謂嘅庶民同隸農，佢哋得個名，甚至連名都冇，更加唔使講姓氏。佢哋喺大地上面勞作、繁衍、死亡，好似雜草咁自生自滅，喺歷史記錄入面係一片空白。所以如果你今日有個姓，咁喺3000年前，你祖先必然係嗰個金字塔尖入面嘅嗰一世撮人。我哋睇下呢啲姓氏最早係點分嘅。西周初期，周武王喺公元前1046年滅商建周，為咗穩固統治，佢大封功臣同親屬，建立咗71個諸侯國。呢啲諸侯國嘅國號，後來絕大部分都演變咗做我哋今日嘅姓氏。例如周武王封佢細佬周公旦喺魯，封趙公薛喺峴，封功臣姜尚喺齊。於是魯峴齊呢啲字就由地名變咗做身份嘅象徵。仲有啲姓氏係前朝皇族嘅延續，好似周武王封商，朝末代君主紂王個哥哥微子啟喺宋去延續殷商嘅祭祀。如果你姓宋，向上追溯，你老祖宗就係曾經統治華夏幾百年嘅殷商皇室。如果你姓陳，嗰個係周武王掛到上古聖王虞舜嘅後裔雲滿，將佢封喺陳地。呢啲以國為氏嘅家族喺當時係呢塊地真正嘅主人，佢哋擁有合法嘅武裝、祭祀嘅權利同世襲嘅領地。除咗以國為姓，另一大來源就係官職。西周同春秋時期嘅官位
通常係世襲嘅，即係所謂嘅世卿世禄。為咗彰顯家族嘅功勳，呢啲官員嘅後代就用祖輩做過嘅官職做姓，好似司馬喺周代係掌握全國軍隊同軍庫嘅最高長官之一，位列六卿。司徒負責土地管理同教化人民，司空就負責土木工程同水利。如果你姓司馬、司徒或者司空，你祖先就係西周朝廷入面嘅核心閣僚，係嗰個時代嘅副國級官員。仲有啲更具體嘅官職，例如上官係掌管宮廷職事嘅官，司寇係掌管刑獄嘅官，甚至連管理祭祀音樂嘅官、管理倉庫嘅官，佢哋嘅後代都以官為姓。呢種姓氏嘅背後係一套綿延幾百年嘅行政體系同家族職業自豪感。仲有一類大家最熟嘅姓氏，源自皇族嘅爵位同排行，好似王姓同孫姓，呢個喺當時係一種血統溢出嘅現象。諸侯國嘅君主被稱為王或者公，佢哋啲仔叫公子，孫就叫公孫。當呢啲公子嘅後代越嚟越多，唔再直接繼承爵位嘅時候，佢哋為咗表明自己高貴嘅出身，就會用王或者公孫做姓。好似好出名嘅琅琊王氏同太原王氏，源頭大多可以追溯到周靈王嘅太子晉或者其他周皇室嘅後裔。呢個意味着，如果你姓王，你血管入面好大機會流動住上古皇室嘅殘餘血液，即使喺嗰個動盪嘅年代，呢啲皇孫公子依然保有一定嘅社會地位同受教育嘅權利。呢樣嘢令佢哋喺後來嘅歷史演進入面，比普通人更易透過讀書、打仗呢啲途徑重新崛起。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話每一個姓氏都係贏家，因為喺嗰個禮崩樂壞之前嘅時代，姓氏係一種極高嘅政治待遇。佢唔單止係一個代號，更加係一套關於土地、人口、祭祀權同政治地位嘅契約。當時嘅社會階層好似堅冰咁難打破，貴族同庶民之間有一道深不見底嘅鴻溝。貴族喺祭壇前面讀族譜，透過姓氏嚟確認大家嘅盟友關係同聯姻對象，而庶民就連祖先個名都難傳過3代。喺漫長嘅歷史洗禮入面，嗰啲真正冇姓氏嘅底層民眾，佢哋面對嘅係極高嘅生存風險。喺饑荒、瘟疫同連綿不斷嘅戰爭入面，冇宗族庇護、冇土地資源、冇文化傳承嘅個體係非常之脆弱嘅。隨住時間流逝，呢啲無名無姓嘅人群喺生物學意義上逐漸凋零，或者被吸納入嗰啲有姓氏嘅大族入面，做咗佢哋嘅家臣、佃農。最後喺某啲契機之下，跟埋主家改咗個姓。但即使係咁，呢種吸納亦都代表緊一種文明化嘅進化。所以當我哋翻開百家姓，睇到嘅唔單止係幾百個漢字，而係3000年前西周封建制度嘅一張完整地圖。每一個字背後都曾經有一個鮮活高貴嘅靈魂。佢哋曾經係戰場上嘅統帥，係祭祀禮上嘅主祭，係朝堂上爭論政務嘅重臣。因為佢哋擁有呢啲身份，佢哋家族先有能力記錄歷史，擁有喺亂世中守望相助嘅宗法網絡，從而令呢個姓氏可以穿過漫長歲月，最終印喺你張身份證上面。喺呢個意義上，我哋而家每一個擁有姓氏嘅中國人，都係古代精英階層嘅後代。歷史長河係極之殘酷嘅，佢透過幾千年無情嘅篩選，淘汰咗嗰啲無名無姓嘅弱者。而你作為呢幾千年嚟無數場博弈、淘汰同繁衍之後嘅最終結果，你個姓氏本身就係一份沉甸甸嘅貴族遺產。佢話俾你知，你祖先曾經喺華夏文明最古老嘅源頭佔據過顯赫嘅一席之地。呢種溯源唔係為咗等我哋沉溺喺虛幻嘅自豪感，而係要我哋明白，可以行到今日，我哋血脈入面本來就帶住嗰種可以跨越千年、屬於贏家嘅韌性。3門第興衰，舊時王謝入尋常家。既然我哋已經睇清楚姓氏喺3000年前作為權力入場券嘅高貴源頭，咁就一定要傾下中國歷史上門閥政治嘅最高峰魏晉南北朝。喺呢個時期，姓氏已經唔單止係血緣嘅代稱，佢變咗做一道冇辦法跨越嘅階級鴻溝。如果你將鏡頭拉緊去公元317年，即係西晉滅亡、東晉南遷嘅時候，你會睇到中國歷史上最奇特嘅政治格局。當時司馬家族嘅晉元帝係
喺建康登基，即係而家嘅南京。但喺當時嘅文武百官甚至老百姓眼入面，呢個天下並唔完全係姓司馬嘅。民間流傳住一句話，叫王與馬共天下。呢度嘅王指嘅就係琅琊王氏。當時皇家嘅核心人物王導喺朝廷主持政務，佢堂兄王敦喺出面統領精銳部隊。晉元帝司馬睿登基嗰日，做咗一件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嘅事，佢竟然拉住王導隻手，邀請佢一齊坐喺龍椅上面接受朝賀。雖然王導最後推辭咗，但呢件事足以說明喺嗰個時代，頂級門閥嘅姓氏喺份量上係可以同皇權平起平坐。皇家唔單止係官員，佢哋係朝廷嘅合夥人，係氏族階層嘅領袖。去到東晉中後期，陳郡謝氏開始崛起。如果你姓謝，你祖上最輝煌嘅時刻莫過於公元383年嘅淝水之戰。當時前秦苻堅率領號稱8萬嘅大軍南下，想一舉吞併東晉。喺嗰場決定華夏文明全族嘅決戰入面，謝安坐鎮指揮，謝玄統領北府兵，雁珊珊以少勝多，打到前秦軍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謝家唔單止喺文化上有極高造詣，喺軍事上亦都變咗做江南嘅屏障。王謝兩家就此變咗做中國歷史上門閥政治嘅圖騰。呢兩大家族當時高傲到咩程度？佢哋實行緊嚴格嘅門第通婚，只係喺幾個特定嘅頂級氏族內部互相嫁娶，例如王家、謝家、袁家、蕭家。當時嘅普通官員，就算你官做得幾大，只要你個姓唔喺呢個核心圈子入面，你就永遠入唔到佢哋嘅社交圈。去到公元5世紀左右，即係南梁時期，發生咗一件好有名嘅事。當時有一個由北方投降過嚟嘅將領叫侯景，佢立咗軍功，就想響皇帝蕭衍幫個忙，想求娶王家或者謝家嘅女做老婆。結果梁武帝蕭衍好乾脆咁拒絕咗，佢話王謝呢兩家嘅門檻太高啦，唔係你配得上，你不如去朱家或者張家以下嘅人家睇下啦。你要知道，蕭家自己就係皇族，連皇帝都覺得自己家族喺血統純度上比唔過王謝。但歷史嘅殘酷之處喺於，越係極端嘅高傲，往往預示住毀滅嘅開始。嗰個曾經被拒絕嘅侯景，後來發動咗長達4年嘅侯景之亂。喺公元548年到552年呢段時間入面，侯景帶住怨恨，對建康城嘅氏族進行咗毀滅性嘅打擊。佢將嗰啲平日淨係識得講原理，甚至連馬都未見過嘅門閥子弟成群咁殺死。曾經錦衣玉食嘅王謝子弟喺戰亂入面，有啲餓死，有啲被捉。嗰啲經營咗幾百年嘅豪宅被付之一炬。呢個係氏族階層喺肉體同政治根基上嘅第一次大規模坍塌。隨後歷史進入咗隋唐，隋文帝喺公元581年建立隋朝之後，為咗廢除呢種睇樣睇姓氏嘅官員選拔制度，正式開啟咗科舉制。呢個意味着一個人可唔可以做官，唔再取決於你阿爺係邊個，或者你姓唔姓王，而係睇你張卷寫得好唔好。去到唐朝，雖然大家依然迷信門第，但權力嘅中心已經開始不可逆轉咁向普通文人傾斜。公元826年左右，中唐詩人劉禹錫去到南京烏衣巷，當時嘅烏衣巷已經唔再係頂級豪門雲集嘅禁地，而係一片雜草叢生嘅廢墟。佢睇住嗰啲喺普通百姓檐下築巢嘅燕子，感慨萬分，寫落咗嗰首流傳千古嘅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呢首詩唔單止係喺抒情，佢更加係一份歷史嘅結案陳詞。佢宣告咗長達500年嘅門閥時代正式終結。嗰啲曾經高不可攀嘅頂級姓氏，因為失去咗政治特權同經濟基礎，最終不得不回歸去社會嘅大熔爐入面。所以當我哋今日喺街頭遇到姓王或者姓謝嘅朋友時，我哋睇到嘅其實係歷史規律嘅最終勝利。唔管你祖上曾經係可以拉住皇帝坐龍椅嘅權臣，定係指揮過百萬雄兵嘅將軍，喺歷史長河嘅反覆沖刷之下，呢啲特殊嘅光環都會褪色。所有嘅贏家最終都會融入平民，所有嘅高貴最終都會化為尋常。呢種由血緣政治去到平民社會嘅演變，係中國歷史嘅一種必然。佢確保咗我哋嘅文明唔會好似印度咁
陷入永恆嘅種姓僵化，而係透過不斷嘅打破同融合，令每一個姓氏都可以喺新時代入面，憑個人努力重新反屬於自己嘅風光。呢個就係門第興衰嘅本質。歷史從來唔保護永恆嘅特權，佢只保護嗰啲可以喺劇變中生存並融入未來嘅生命力。4. 血脈交融，穿透戰火嘅文化圖騰。當我哋睇完門閥家族嘅興衰，可能會有一種錯覺，覺得中國姓氏嘅演變只係漢族內部嘅權力遊戲。但事實上，如果你將視野再放闊啲，你就會發現呢啲穿透咗幾千年戰火嘅姓氏，本質上係一座巨大嘅民族融合博物館。我哋而家擁有嘅血脈，一早已經唔係嗰種單一固化嘅線條，而係喺一次次動盪入面交織而成嘅複雜網絡。我哋一定要面對一個歷史事實，喺歷史長河入面，唔單止漢族喺影響緊人哋，周邊嘅各族亦都喺不斷咁重塑漢族嘅姓氏格局。最典型嘅轉折點發生喺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出咗一個震驚朝野嘅決定，遷都洛陽。呢個唔單止係地理上嘅移動，更加係一場徹底嘅文化換血。根據魏書官氏志嘅明確記載，孝文帝下令鮮卑貴族一定要改漢姓，講漢話，着漢服。喺呢場改革入面，皇族拓跋氏改姓做元，以此代表萬物之始；大功臣獨孤氏改姓做劉，步六孤氏改姓做陸，丘木陵氏改姓做木。呢一啖氣就有100幾個鮮卑大姓直接融入咗漢人嘅族譜。呢個意味着，如果你今日姓元、姓陸或者姓木，你血管入面好大機會流動住當年喺草原上縱馬馳騁嘅鮮卑血液。呢種融合唔係表面嘅，而係深入到婚姻同宗法入面，令到所謂嘅華夷之辨喺姓氏呢個層面首先被打破咗。進入公元7世紀，即係大唐盛世，呢種融合去到咗頂峰。唐朝係一個空前開放嘅時代，當時嘅長安城入面，突厥人、回鶻人、波斯人甚至阿拉伯人隨處可見。為咗管理呢啲落戶嘅異國人，朝廷最常用嘅手段就係賜姓。最顯赫嘅賜姓自然係皇室嘅李姓。當時好多歸附嘅突厥將領，好似阿史那家族嘅人，被賜姓做李。從此佢哋就以大唐宗室嘅身份鎮守邊疆。講到呢度，我哋就不得不提嗰位被譽為東半球話事人嘅唐太宗李世民。如果你翻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去仔細推敲李唐皇室嘅母系血緣，你就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事實。李世民嘅阿嫲獨孤氏係鮮卑人，佢媽媽竇氏亦都係鮮卑人。由遺傳學角度嚟睇，呢位開創咗貞觀之治嘅一代明君，本身就係胡漢混血。喺唐朝，姓氏嘅來源變到極之多元，唔單止有皇室賜予，仲有各國外交官、生意人喺中國定居之後，根據自己名嘅諧音或者喜好自行選擇。好似當時有好多波斯生意人，佢哋為咗方便喺華經商，往往取姓做安或者木。所以而家你身邊姓李嘅人，佢祖先可能係隴西嘅貴族，亦都可能係當年歸化嘅突厥勇士，甚至係跨越沙漠而嚟嘅波斯後代。呢種血脈嘅交融，令每一個姓氏都變咗做一個裝滿歷史碎片嘅文化圖騰。而去到明清二代，呢種極端嘅政治高壓之下，姓氏又變咗做最後一層護身符。呢度有一個非常真實而且帶有傳奇色彩嘅例子，就係山東淄博嘅翟姓。如果你去博山一帶考察，你會發現嗰度有一個特殊嘅族群，佢哋全村人都姓呢個非常生僻嘅翟字。根據當地族譜記載，同老人口耳相傳，佢哋其實係明朝朱姓皇族嘅後代。喺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之後，清軍入關，對朱家子孫進行咗嚴密嘅搜捕。為咗活命，呢支皇族分支逃入咗博山嘅深山密林。佢哋唔可以再姓朱，但又唔想忘記自己嘅出身，於是佢哋喺《說文解字》入面說到靈感，翟日在西方時，夕陽西下，象徵住大明王朝嘅落寞。同時，翟字喺構詞上同朱有一種隱秘嘅呼應。佢哋唔單止改咗姓，仲一直偷偷留住明朝嘅舊錢幣，逢年過節一定會向南方祭拜。呢個生僻嘅姓氏
就好似一個加密嘅保險箱，喺幾百年嘅清朝統治下，保護咗呢支血脈，冇被歷史嘅巨輪點碎。佢令我哋睇到姓氏喺關鍵時刻唔單止係身份嘅證明，更加係對一種文明、一種歸屬感死守唔放嘅最後底線。所以我哋反轉頭睇，點解話可以傳到今日嘅姓氏都係贏家？因為每一個姓氏都穿透咗長達5000年嘅戰火同饑荒，佢唔單止經歷咗秦王漢武嘅更迭，亦都經歷咗北魏千刀嘅融合，更加經歷咗好似明清二代嗰種生死考驗。呢種穿透力係極之驚人嘅。你可能會覺得你只係一個喺辦公位忙緊嘅普通職員，但你個姓氏背後可能藏住一段鮮卑貴族嘅遷徙史，或者係一個波斯生意人對盛唐嘅向往，甚至係一位明朝王子喺絕境中嘅不屈。呢幾千年嚟，無數次面對滅頂之災，無數次差啲斷咗香火，但你祖先總係喺戰亂入面拉住仔女隻手，喺逃荒嘅路上護住嗰一卷殘破嘅族譜，咬緊牙關將呢個字傳咗落嚟。而家嘅中國雖然有4-5千個姓氏，但每一筆每一畫入面一早已經完成咗各民族血脈嘅終極交融。姓氏唔再係區分你係邊個嘅界限，而變咗做證明我哋喺埋一齊嘅文化印記。呢件事本身就係一種偉大嘅意義。你生存緊，你呢個姓氏就生存緊，而你個姓氏生存緊，嗰個曾經融合咗無數勇氣、智慧同生命力嘅歷史圖騰，就依然喺呢塊土地上面流傳。所以你姓乜唔重要，重要嘅係你生存緊，你個姓就生存緊。多謝大家收看，我係粵講，陪你講透歷史，講明人生。我哋下期再見。